要問球證喎。係啊，你問球證啊？你係咪你屋㗎？係啊。咁你幫我簽下名先。哇，咁佢凍得踢波。有報道啊嗬？有報道。1號場。加球！
不過第一個你明不過係你啦，一個第一個就可以埋得添啦，就冇就3打2，點解繼續喺度等嘅？譬如你係而家你點解去？keep 住啦喂，攞波啦喂！得，喂！佢唔係亂咁拍，嘿，唔通？太過毒啦！揾交波，應該都有分啊！幫你報翻個成人比頭。好揸！快仔！係喎，或者有冇單出到啊？咁唔緊要，繼續啊，未出。我驚可能會入到咩？我驚我想發射。唔會啦。有喎，又係阿鬼啊！要買真係入波，真係入波。頭先佢而家第2球啦，第2球啊！第1球幾條柱標喎，頭先真係。會啦。有喎，又係阿鬼。應該唔入。佢哋識咗多年。
即係講得笑嘅7點幾嗰條。4打2啊！8Q 反而可以。